Thank
谢谢，精彩的、逗趣的小丫头赶鸭去，谢谢他们，很可爱的小朋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舞马是要告诉大家，不论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哪一个地方，其实啊，在每一个华人的地方呢，都把农历的新年当作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。那么这个喜气洋洋的欢乐的时刻呢，更是大家跟家人朋友团聚的好时间。那么这首舞马呢，其实明美是在今年出访波兰的时候呢，非常有名的一个舞蹈作品，而且呢，在当地相当受到外国友人的喜欢，而且值得赞赏。特别呢，在今天晚上的演出呈现给大家，希望跟大家分享当时艺术节演出的盛况。让我们欢迎他们所带来的欢乐中国节。